漏水3600，船仔保养费7200，设备修理8800块。船长，哎，迄个洪小姐吼，想要先甲你拨后个月薪水。洪小姐，啊，你是安那先拨后个月薪水啊？白大黑嘛，想要拨，哪甲讲我？恁两个啊，我顶礼拜才发薪水尔，啊，你随便拨后个月薪水去开，安尼敢对？先开大先，安尼敢对？船长啊，你嘛知影吼，阮两个就最近吼爱去佚佗啦，你啊去农场爱买门票，对毋对？啊去外口食饭嘛爱开钱，啊阮转来吼，搁会早等落予你，你拢爱开钱呢。嘿，对啊，啊还有无？我逐工拢伫咧遮煮饭呢，啊我吼要休困嘛，我嘛无想要搁煮饭啊，所以吼我就开淡薄仔钱食饭嘛。安尼讲，敢有淡薄道理咧？有道理的呢。啊，毋过要拨薪水，无可能啊！拨薪小朋水，友就这个所在，真正足侪补你讲无可能就是无可能啊！毋是啦，我先甲你拨，阮吼，我也足认真工课的小问一下，恁到底是安怎？你安尼气氛啊，遮尔叮当，我打咧红尾头啦，是安怎啊？啊，恁对对来，阮对啊，对了，小朋友看头前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？我是赛顿高水囡仔队，好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洪恩，我是蔡怡，我是阿芬，我是阿金。好，西屯国水囡仔队嘿，我毋是对恁生气，我是对因生气。恁先听我买下者，好，听好清楚，我顶礼拜才发薪水尔，薪水开了了，搁要拨后个月薪水来用，安尼敢有理？迄秋寒活动开啊侪钱是要创啥？你着好好啊，伫咧船仔顶，逐工拢伫船仔顶，全部的时间拢伫船仔顶，就拢免开钱啊，就莫去参加遐休闲活动啊，拢免开钱咧，啊，你算偌好。话毋是安尼讲，我甲你讲，这休闲活动哦，真正足重要的。咱出去外口休闲活动，会当互咱心情放好轻松，出去交朋友，啊，佮会当互咱开眼界，增加咱的知识，互咱身体健康。上重要是，你若是常常出去休闲活动，会当互咱做工作更较拍拼。安尼哦。是啊，我会记得有一寡休闲活动吼，毋免开钱，你家会当吼提供一个，互恁做参考者。公园甲朋友开讲，会当去爬山，嘿，会当去学校拍篮球，会当去公园佚佗，这拢毋免开钱啦。哦，啊，毋过敢若有道理的是哦，免开钱的休闲活动这尔济，啊，搁通提升工作的效率。是啊，哇，安尼因一个人啊当两个人用呢，安尼真正爱去哦。啊，毋过吼，若是安尼，我免开钱，啊，搁通提升工作效率，我想看觅。啊，我知影，未来逐礼拜我规定恁一定要去参加一届免钱的休闲活动，安尼用的无？好不好？对啊，免开钱呢，啊，搁通遮尔好耍，啊，搁通心情开阔啊。你讲的真有道理呢。逐礼拜拢爱参加一个休闲活动，拄好今仔日，我想到一个休闲活动，身体健康，唔免开钱，增加你的知识，上重要你会算甲足欢喜的，你有兴趣无？哇！就是提补助。哎呀，咱起来，伊叫你开钱啊不？是啊，你啦，无，你免开钱，我爱开钱。你拢存的嘛？你出你钱，个我出扣，力你个扣嘛是过期啊。你讲敢若我存真济哦，是啊，存真济敢若嘛是一种迄落学乐吼，我存足济啊，这个提补助，提补助，中呢。要紧啦。拢来啊因。讲了有道理，我感觉今仔日我感觉叫伊说服。嘿，好，着你来提补助。好，啊，提袂着，提会着拢是恁家己爱不，努力。阮会加油，阮会加油。你来加油哦嘿，好，来哦，准备好啊未？好。来哦，上阵的休闲活动，引来卡。叫阮的名，即款是新鱼仔的挑战。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伸到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就甲我平较红呢。好啦，我知。
嘿，真无用呢，伫船仔顶搁收有哦。嘿，讲电话。好喂好。我问恁哦，我问大家啦，恁感觉艺术天分是注定好的？对，譬如讲，你看唱歌啊，有的人天生的会不转。对啊，毋过吼，像我虽然我够唱，但是我都袂晓画图。哦，真是我嘛袂晓画。我画图足歹的。听讲恁遮小朋友嘛有画图天分是毋是？是倒一位特别爱画图？象牙手。哦，大家有两位。两位。哦，彩怡你爱画图，你拢爱画啥较济？为爸爸妈妈哦，爸爸妈妈。啊，为真你画的是大一涂鸦，涂鸦。课本面顶。伫课本面顶哦，所以你的课本，你的涂鸦比遐课本的物件较多。我知道，就是阮以前拢会甲迄课本内底的人啊，吼，甲画做别项。哦，就是伊无喙鬚，你加互伊喙互鬚，伊喙鬚啊，画一寡花蕊伫咧边啊，互伊滚啊，啥物安尼。啊，你嘛是画这方面的？对。哦，因为即马要甲恁考验的这关，讲的就是甲艺术真有关系。准备好未？好啊。来哟，现在看。准备好，来，收。啊，豆豆来啊！哎呦，叫伊无接着。花好势。落。落。画图纸。散水。空。看较准。哎，看啊看哦。看鱼啊，看鱼啊。好，跟你，给你一个机会。哇！水。画笔。画笔，水。收。加油！色水。水。做好仔。仔，哇！我你太仔了。有带仔，哎呀有啊。去艺术家。总算是对啊。我真难呢。色纸。好。哇！什么 ？pass。漏。这个是。尽量讲。来。无什么，好。拍。下水哦。仔。哇！你有漏仔无？我天仔。哎呦。好，pass，谢谢。空。这就困难了。这是我好着。来。食料。来。落。来。画盘。什么？你讲画盘啊？木盘啦，木盘。开始数啊哈。七彩笔。饭哦。落个还没困去，落差一点啊。来点好。作品。哎呦厉害。好。TS 之作品。来。色标。忘掉。素描。来。三色人讲。绿色花。哎呦。对。仔。哎呦。仔，什么色？仔仔啊！困起你。大家，我讲微博。我跟你讲微博。叫你。怎地啊？啊，够鱼啊！够鱼啊！厉害。来啊！来。做伙来复习一下。头先看到迄个图，迄是啥？雕色盘。哎，雕色盘。雕色盘。倒吊无啥物水。目水。倒吊无目水。伊这个你讲，这个人无聊啊。无聊。就是无学问，无啥学问。你已经倒吊，通常一定会足侪物件倒出来。啊，既然连用倒的拢无，啊，就表示真正无啥料。是一个坎坷的人。坎坷的人。好，来后一题。哦，我感觉考验的，大概来考验的拢是考验队长，唔是考验囡仔。伊啥物优惠？OK。再来素描。头先伊是读塑
塑伊毋是塑，迄是塑起来的塑，迄无共款塑，塑起来，甲素描无共，塑这差一个是素描，咱做伙念一解。素描。来看卖啊！哎呀，真厉害，10题拢互你对啊，通摕2块大片，来，你请摕。摕两块大片，啊，咱看要大碟的高位哦吼，一算的是啥摕两块哦吼，美系个文班，拢会用的，看你要大碟的刀。好，来这。好，互恁摕到2块大片啊！后一关准备接招，引来卡。做火球进步，守卫队员爱合力控制球啊大球，看球上尾落落去迄个几号，另外一位队员就要向前踏几步，而且回答出共声母的字。阮的船员卖伫咧珠仔塔内底，甲恁斗相共哦，嘿嘿。哈哈哈！我甲恁讲哦，伊已经特别来咱船仔顶上班啦。安怎讲？安怎？因为听讲伊非常介意大航海的时代，是无？是哦，你特别爱看迄段时间的历史，是毋是？是啊，你敢有印象较深的啦？荷兰人，啊，荷兰人，荷兰人。对对，先海讲。军倒一个所在？台南台南水。赞，今年第几年18 ？400年，水，哇，400年，海军400年，这厉害对。哎呀，伊安平古堡，啊，你敢捌去遐算过？有一摆，有一摆啊，啊，你家己你爱看册，啊来，啊，搁有去到现场，迄种感受啥款？足好诶，足好个啊！哎，我一直甲你开讲，你会感觉我足烦的。小看。好，别紧，加油！真的噶？好起啦！加油哦！快较快，较快，一解2分，一解2分。哦，有2分啊！三步，进2、3、4、日有啥物事？日头，日头，对。好，拜拜哦。来，好起啦！好，再3分，再3分。2分哦。我拢遮济步，进2，2尔，比是无有啥物事？阿母，是啦。阿母对啦！车水，哎呀，饱了！啊，有分数才会用的哦。球爱六甲2啊，3才有哦。你啊，你。你是无有啥物事？无聊。一个给你骗了。无聊，你讲你无聊啊？无聊，哎，无聊，对。来，好起啦！好，大再讲，过来一届，红色。各位行吗？啊，一步。KH 是科有啥物事？科技，科对。来，好起啦！哦，太快，太快。搁卡掉，搁卡掉。红色，别个红色。KH 科有啥物事？可怜，可能。对，可能。哎呦，来哦，好起啦！哎，卡伤破啦！那个鬼啊，那个鬼啊！是红色。KH 是科有啥物事？靠条啊！靠啥？靠靠条啊！扣条啊，靠条啊，对。好起啦！哎呀，等你啦，卡伤破啊！是科有啥物事？来，做伙出来，互一个。有话讲啊，无话啊，对唔对？无法度啊，拢压着共一字。对。你是无？你是无哦？碧小翠，必小吹，小吹必修必修吹酸酸的雷梦，雷梦，雷梦。好，来后一个看卖啊是 KH 是科，哦，真正无啊，佫会当讲啥？卡手，骹手水，赞，画册，看到，哇，哇，运气真正有够好的啦，啊拢拿着共款的。我讲考试，你看你这过分的嘞！哎，这是最难得的呢，惊6个，通啊摕一块大片，一块。来，快说点赛！背乌，来，对哦啦。哎呦，哎呦，好，
来这。哎，安尼两关去啊？两关啊，对。两关摕3题，我有满意。好，来看觅后一关准备接招，引来卡。总讲一句，两个人甲动物赶转去因厝的，另外2位就会当看题目做句，伫网啊夹起来进前，看你会当完成几题。要摕宝藏，绝对毋是戆人想的遐尔简单。咱这关啊是爱赶动物转去厝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请问恁上下课拢是安怎转去厝的？坐倒摆，坐倒摆。啊，恁其他的同学咧？我是行路，遮近哦？对啊，超过几分钟？ 5分钟，我嘛是。哦，真方便呢。安尼会当困足久的呢，会再先看我你敢想到这？我坐公车嘛会使困啊。啊对啊。哎，困过头。对啊，啊你若是离学校2点钟，你不通困2点钟啊？啊，毋过你5点就要起床。对啊。伤早。啊，芬你咧？阿爸塞车载我，哦，安尼。塞车。安尼你是对台中来？啊，台中有啥物较有名的夜市啊？是伫恁遐附近？甲夜市，红甲。通假。哦哟，啊去啊，通啊耍啥食啥？食肉丸，我咧食肉丸。哦。哦。肉丸哦。塔口丸啊，塔口丸啊。泰国啊，那好塔口丸好食。食。串冰，串冰。哦，遐有名是串冰哦。是嘛？可能伊感觉好食就是有名。好啊，安尼即马就爱看恁甲动物赶转去后，来请一位。好，小朋友请一位。加油哦！现在讲。手啊较悬的开始啊，开始啊，手较悬的吼。最优秀的。哦，哎，等较轻的，较轻的。要我的时阵较优秀的。因为咱有进。哎，因真正足优秀的。对啊。啊，去较紧的，较紧的。我紧的。你们中间哦。拍头卡哦。袂使拍到伊本人哦。哎呀。较不是日本人啊。啊。伊本人。哎，较轻的，差一点嘛，差一点嘛。哎，嗨起你啊！一个来，嘿，一个，过来一个。要搞。过来。我，来，来，请讲。一个来，嘿，一个，过来一个。要搞。过来。我，来，请讲。你稍等一个2米就好啊。你先等一2米就好哦，会用的来，继续哦，一个动物。阿花啦，较紧哦，阿花啦，较紧哦，好，要紧。阮翠华最近就无乖哦。对，伊最近啥物？较轻的，一半没有食西瓜。对，食老咧反正已经老啊。不，两个人，做伙较可能哦。阮翠华无乖袂嘛。使甲拍入去哦。伊卡头还是卡过去卡头？你别我，一个人就好。好。两个小兵来来，请讲。我早顿拢食上胖甲龟子酒。好，会用的来。阿花啦，较简单啦。阿花。时间剩无1分钟哦。哦，加油哦！这真正有发，还佫有在。哎呀，有在你度。我跳过，啊对吼，在，有挂包在。机会可以跳过。哎，莫拍了。无，来这。请讲。阮透风要是落雨，拢爱去学校上课。水对，来最后，咱阿辉啊。加油，莫放弃，莫放弃。小辉。再有机会。小辉。哎，不会去啊！哦，这简单啊。去，差一点嘛。加油！嘿，莫放弃。2、1，时间到。时间到，来，咱做伙来复习。念咪，安怎？念咪安怎？喵咪。我爬去便所2米就出来。啊，安尼会用的。袂歹哦。好。我出去一个2米就转来。好。安尼嘛会用的啊。 2米就转来。好啦，后一个，不管安怎，拢爱安怎。不管台语偌困难，我拢爱学起来。拢爱 OK，哦，安尼会会使使。对，这个赞。啊，不管我会晓，也是唔晓，拢爱食饭。对。对啦，这大汉啊。对，爱准时食饭啦。对。所以咱即马来看后一个题目，头前你是讲，你透早拢食小胖甲果子酱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不过通常咱是小胖爱安那？爱搞。搞。对。搞遐果子酱，咱做两就改搞果子酱。
到尾亲像。好，来，真好。三题，通要摕2块大片，请摕。下面去摕。摕2块哦，直接摕2块。想到妈祖鱼，哦，拢会用，快要搭伫迄度。那我替你说无？说一下，我替你替啊，你就无用的。哦，出怪了。好，好，要来摕宝藏啊，敢摕到咧？赢嘞！敢有机会甲宝藏炸转去台中咧？可能哈哈，可能。是有还是无？有想要换位无？啊，是安尼就好啊，红人都唔免。免安尼就啊！好，相信家己。阿芬手甲扛，阿芬加油爱飞超过1空才有准算，若无1空宝藏无准算哦。看你的面有淡薄悠悠哦，有信心哦？好，敢摕到宝藏咧？请飞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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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啊无？哇，哎，哦，在在，有还是无啦？我看见，安尼较有啊，敢若有咧？我睇到啊，我看，你以为你抢走？你抢走？不是，我这边你比啊！敢若有啦？有啦，这边，马祖鱼，来，宝藏在手，来，小妹来吃，颁奖，赞哦，哎，该好啦。厉害呢，来，这样一个，哇，恭喜！哇，这新的哇内孙呢，你看这，这是吼趣味的嘎嘎车。趣味嘎嘎车，这是家己倒的哦。家己打吼，家己 DIY，家己去试看卖啊！对。竟然宝藏安尼叫人摕去啊，差分啊咧！啊，若是安尼就好安尼。袂当啦，后今日哦，讲足侪台语的。我若是头前安尼，反正就过啊，开无够啦，过无够，我倒。啊，今日参悟了是毋是啥款？有紧张哦。除了紧张以外咧，嘛就欢喜的，还是欢喜啊！真的，安尼有欢喜就好啊。啊，真的。嘛是紧张甲欢喜，哦，来，紧张甲欢喜。拢是讲，你袂使讲讲紧张甲欢喜啊。话白说，今仔日感觉安怎？足好的，嘿啦，讲台语就是种足好的感觉。啊，人讲咱通啊去台中做一寡休闲的活动，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到底讲台语，再会，啊，我的宝藏啊，我要去台中。就差分